有一寡境外学生因为这阵疫情的关系，无法度顺利摕到台湾的签证入境，对学生团体呼吁外交部讲这对境外学生就要开放线顶申请签证的服务。不过外交部却是回应讲，安尼做会有国家安全记录。境外生权益小组3月15日发新闻稿表示，有一位伫加拿的境外学生，去年秋天到奈及利亚的台湾办事处办理签证，要来台湾读册。不过一直拢无得到有效的回应，延前到今年春天才入学。I chose Nigeria embassy since it is closer to my country, Ghana. I went there. The security man said the embassy wasn't working. Meanwhile, there was nothing on the website saying that the embassy will close or whatsoever. Finally, the embassy responded to one of my emails saying they didn't ask me to come on any appointments, but I should choose to stay there or go back to my country. 境外生权益小组认为，因应疫情，而且有部分国家无台湾的办事处，所以外交部应该要提供线顶申请签证的服务，若无就开放代办。是因为那个疫情之下，就是我们觉得应该要减少那种面对面语言的流动，而且就是不同，有很多国家可能它不开放，或者是很多国家它没有台湾的办事处，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疫情的特殊情况里面要有外交部应该有应变的方法。外交部回应，电子签证只提供短期旅游的旅客甲商业人士，而且以前捌发生有人假做学生，用假文件申请入境。以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就要严格审查，所以无法度开放长期踮伫台湾的外籍学生申请。境外生权益小组表示，唔但即摆加拿大的案例，也搁有其他国家的学生也拄到相同的情形，这唔是孤一个个案。也是希望外交部会当开放较方便的线顶签证申办。记者郭碧君、陈宝罗台北报道。